1930年代新剧，会当讲是台湾日治时期现代剧的起头。内容对歌戏、歌舞剧、日本演歌、武侠剧拢有，多元丰富。伫咧台南成立20档的加西镇武道剧场，收集10外档的资料，以南台湾新剧的作家林清文甲老艺人真实访谈做创作的素材，要推测舞台剧呈现战后歌舞团的艺界人生。伫台顶唱报道歌王文系男性的苦恋，秀琴歌剧团编导陈美雪老师这回做法官，搬新剧娜娜哭的审判，10多年无见的爱人啊，这阵竟然伫咧法庭相拄。但是请你来相信我是被人所害。演歌戏就是拢比较较会重落古典，会红仔架骹步手路。但是演这新剧，我甲这物件全部拢放掉，包括我咧讲口碑，我爱做生活化，爱做自然的。台湾日治时期都开始发展现代剧，封号做是新剧。毋但剧种五花杂色，对歌戏、布袋戏、歌舞剧拢有，内容佫较是包山包海，有日本演歌、西洋罗曼史、武侠剧，是电影电视要袂出来时，众人的休闲娱乐。台南加西镇舞蹈剧团的少年导演陈慧文，以南台湾新剧作家林清文甲老艺人的真实访谈做创作的素材，收集10多年资料，希望舞台剧呈现战后歌舞团的艺界人生。全台湾可能有500几间戏院，逐工拢有戏咧演。我感觉迄个时代真正足趣味的，聊天灯啊、乌剑面啊，这些物件拢是阮咧读迄个现代戏剧的时阵啊，拢较少听到的物件呢。担任这届艺界总监甲编舞的陈慧文妈妈，伊也甲过去做囡仔看过歌舞团像艺霞甲乌鸟的经验，夹伫咧这届作品，伊也讲真欢喜看到查某囝的用心。伊甲迄古早遐个情况情境吼，拢演出来，互即摆人看。我感觉嘛是足有意义的，我嘛真感动嘞。对日本时期戏院的起落，到艺界人士铺铺陈陈的人生故事，加西镇剧场希望用创新的手法，向台湾剧场的黄金年代表达上大的敬意。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北报道。